Hello， 大家好。昨天呢，我看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招待会上，企图通过抵赖中共在东土厥斯坦的恐怖统治和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罪来欺骗世界的可笑的作秀。其实，他所谴责美国的每一句话，都是在叙述中共自己的所作所为。我驳斥他的发言，并对他提出几个问题。第一，通过播放一段视频，你谴责美国针对你们的策略，难道该国应该什么都不做，就等着你们用诡计和流氓手段夺取他的世界统治权吗？至于我们维吾尔人，除了少数有奴性的傀儡和垃圾，宁愿死在战场上，也不愿意生活在国土被你们侵占、人身权被剥夺和尊严被践踏的耻辱中。所以无论如何，为了摆脱你们，我们乐意与美国在内的所有想推翻你们的国家合作。二，我不认识达尼尔·登布利尔这个人，无论他是被你们收买的，还是意识形态偏见者，把他说的话里的美国换成中共，再适合不过了。你们不是为了掩盖和抵赖在东土厥斯坦的恐怖统治和以种族灭绝为目的而建的集中营搞内外大宣传，而每年从预算中拨出10亿美元的资金，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通话时间吗？三，导演和制作的大片中，与收买的几个盟友国家的一些政客，包括一些媒体，扮演极不光彩的角色的，相互勾结毫无底细的无中生有，造谣抹黑的不是你们自己吗？那么多显示集中营的卫星照片，集中营的幸存证人，暴露出来的秘密文件，无论是你们的高官还是国外的大使等代表人物，企图为你们所犯的人权罪行做辩护，反而揭露你们的罪行的一系列可笑的解释和编造的谎言，不都是你们已经没有理由对世界隐瞒自己反人类罪行的证据吗？四，是别人不愿听取你们2500万所谓的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呢？还是你们不让他们听？你们逼人民闭嘴，不让去该地的外国考察团或媒体接近人民。不要说东土厥斯坦的人民，在整个中国有人胆敢发心声吗？只说一句真实话的人的下场，要不是突然失踪，要不是就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吗？我问你们， Ilham Tohti 不只因为要求你们自己的法律中所给予的自治权而被抹黑为分裂分子，判处了无期徒刑吗？再问你们，姚库德罗蒂和上百位维吾尔学者在哪里？即便受尽了压迫和迫害，也不起来反抗，而只是静静地执行自己的宗教义务的数百万穆斯林维吾尔和哈萨克人在哪里？从不参与政治，只做生意的成千上万个维吾尔商人在哪里？为什么和任何汉人一样，只是出国旅游或求学回国的数十万个维吾尔年轻人被逮捕并被判处10年甚至20年徒刑？再问你们，7管被活摘了的维吾尔和哈萨克年轻人的数目有多少？5，难道每一个人都得相信被你们挑选去东土厥斯坦考察的外国团体应在经济上依赖你们，而假装相信你们所演的戏一样，相信你们和那些被逼上台的可怜的演员们吗？6，不允许去东土厥斯坦考察的团体或媒体自由不受禁止和限制的活动，不是你们的做贼心虚吗？历史上有过不少残暴的统治者，现在也有，
但是没有一个能与你们竞争。像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样的残暴的压迫者，也未想到过你们所做的，为了让人们只崇拜你们而禁止别人的宗教信仰，严厉惩罚信教的人，连小孩子都不放过。为了同化，禁止他族的语言，破坏他们的文化，把娃娃们从父母的怀抱中夺走，培养成自己的民族，逼他族年轻的人嫁给自己的种族。还有更可怕的，活摘器官吧，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过。所以为了保住自己的主权，你们能想出和做出连恶魔都想不出和做不到的丑事。我也警告你们，今天的世界已不再是相信你们的谎言，上你们的诡计当的世界了。尽管你们不放弃针对维吾尔人所编造的恐怖分子、极端分子和分裂分子的说法，使用这种诽谤来对西方世界批准你们的大屠杀做出严厉反应。成千上万个例子也让世界看清了，真正的恐怖分子不是维吾尔人，而是你们自己。你们只是试图摆脱种族灭绝这一词，坚持将维吾尔人与世界恐怖主义联系起来，拉拢那些穷国，从而破坏民主价值观，最终让世界接受你们独特的种族灭绝理论。世界目睹着你们打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旗帜，自己表扬和赞美自己，宣传自己，还逼人们服从自己，爱自己，还对自己的压迫和迫害感恩，高唱赞美自己的红歌，以及谴责你们的世界为敌的愚蠢行为。世界也在目睹着向来都是靠欺骗达到目的的你们，如今在傲慢地企图称霸世界的事实。所以也意识到你们不仅仅是对自由和民主的威胁，也是对人类基本价值观的最大的威胁。因此不再对你们对他国和民族的欺凌或侵犯人权行为保持沉默，而且正在采取对付你们，最后打倒你们的措施。看到维吾尔人已成为影响正义回归、世界崩溃等重大问题解决的重要因素而惊慌失措了吧？所以你们无耻无赖地耍流氓和狗急跳墙，完全是徒劳的。我也劝告你们，收藏自己导演的戏吧，